七宗罪亦都被稱為七罪宗、七大罪或者七原罪，係天主教教義中對人類罪行嘅一種分類。呢啲罪行嘅特點係直接能夠引發起其他不道德嘅行為或者習慣，而呢啲罪行係包括大家知道嘅傲慢、嫉妒、憤怒、怠惰、貪婪、暴食同埋色慾。最初希臘神學同哲學修師埃格格里烏斯·龐蒂古斯界定咗8種損害靈性嘅惡行，分別係暴食、色慾、貪婪、憂鬱、憤怒、怠惰、虛榮同傲慢。佢指出呢啲行為中，傲慢係當時社會中最為突出嘅。6世紀後期，教宗額我略一世將呢啲8種行為整合咗為七宗罪，將原8種罪嘅虛榮並入咗傲慢、憂鬱並入咗怠惰，並且新增咗嫉妒。佢按照咗違背愛嘅程度進行咗排序，依次序為傲慢、嫉妒、憤怒、怠惰、貪婪、暴食同埋色慾。有趣嘅係，猶太教經典米書拿第4卷中所提及嘅從世上剔除某人嘅特徵，竟然同呢七宗罪列表不謀而合。此外，聖多馬斯阿奎納喺佢嘅神學大全中對額我略一世嘅看法予以支持，並且呢份七宗罪嘅清單亦都被英國聖公宗、路德宗、韋利公會等基督教新派所採用，包括如葛培尼等當代宗教家在內，亦都對七宗罪明確表達咗佢哋嘅觀點。到咗13世紀，聖多馬斯阿奎納基於天主教教義同前人嘅觀點，正式確立咗依家大家知道嘅七宗罪。而呢七宗罪被視為其他罪惡行為嘅根源，因而具有極大嘅影響力。講到七宗罪，唔可以唔提及到神曲。神曲係意大利詩人但丁亞里吉耶里喺14世紀完成嘅長詩，被認為係意大利文學嘅經典之作，亦都被視為世界文學嘅珍品。作品中描繪咗人去世後嘅景象，呈現咗14世紀西方教會嘅世界觀。詩作描述但丁經歷地獄、煉獄同天堂嘅旅程，揭示死後嘅命運以及神聖正義嘅賞罰。佢嘅旅程象徵人類靈魂向上主嘅回歸，地獄象徵認罪，煉獄代表悔改，而天堂則象徵最終嘅依歸。喺佢嘅神曲裏面，地獄嘅結構如同一個倒轉咗嘅錐形漏斗，共分為9層。其中第一層係靈薄獄，嗰度係安置一啲生於基督之前而未受洗嘅異教徒，佢哋在此等候上帝嘅審判。喺其餘8層中，罪人嘅靈魂根據佢哋生前所犯下嘅罪行去接受懲罰，包括貪色、貪食、貪婪、憤怒、信奉邪教、強姦、欺詐同背叛。煉獄係一座螺旋形嘅高山，佢嘅結構都分咗9層，包括7級、淨界山同地上樂園。凡生前犯下較輕嘅罪並且悔悟嘅靈魂，會喺呢度根據人類嘅七宗罪——傲慢、嫉妒、憤怒、怠惰、貪婪、暴食同色慾——逐層洗滌，直至最終進入光明嘅天堂。喺但丁嘅神曲裏面，七宗罪會依據罪行嘅輕重去排列。第七大罪色慾，指縱容對肉體嘅慾望，忽視咗精神層面嘅交流。色慾係代表咗不道德而且過度渴求，包括對性愛嘅無節制追逐同對刺激嘅迷戀，就好似亂摸私處、強迫性行為、同性性侵等等，都係屬於色慾嘅極端表現。
第六大罪暴食，係指過分沉迷於物質享受以及對食物嘅浪費。狹義上，暴食指揮霍食物；廣義上，則涵蓋咗對某啲事物嘅過度沉迷，例如酗酒、濫用藥物、沉迷賭博同娛樂，進而喪失咗進取心。第五大罪貪婪，係指過度追求財物同權力，超出咗自己嘅需求，認為貪婪係一種遠離神聖嘅罪惡，象徵住人類對短暫事物嘅執念，以犧牲永恆價值為代價。與貪婪相關嘅行為包括盜竊、搶劫、貪污同叛國等等。第四大罪怠惰，被視為一種逃避責任、逃避現實以及虛耗時間嘅行為。怠惰之所以被視為罪，喺詩中有提及到，人哋只可以更加努力去彌補怠惰者所造成嘅問題。原本應該已經完成嘅事未有完成，對自身毫無益處，並且產生更多嘅問題出嚟。根據但丁嘅神學觀，怠惰亦都係被指為未能以全心、全意、全靈去愛上帝，包括怯懦、自滿以及缺乏責任感。第三大罪憤怒，指憎惡別人、無理取鬧，甚至圖謀報復，超越咗法律許可嘅範圍，意圖懲罰人哋，亦都屬於憤怒之列。好似歧視、過度警惕或者蓄意傷害人哋，都係被視為憤怒嘅表現。但丁將憤怒視為假借公義之名，將正義保護歪曲成為仇恨同報復。第二大罪嫉妒，係指因為人哋擁有比自己更好嘅嘢而感到怨恨。嫉妒同貪婪係有啲相似嘅，都係因為無法滿足到慾望而引發出嚟，但唔同嘅係，嫉妒會涉及更多非物質嘅嘢，例如愛情同人哋嘅成就等等。第一大罪傲慢，係被視為七宗罪入邊最為嚴重嘅一種罪行，涉及對上帝嘅不敬，同埋冷酷無情對待其他人。喺聖經路加福音中提到，路西法以世上榮耀試探耶穌，顯示其掌握世界權力嘅傲慢。根據舊約聖經記載，上帝命令人類不可取食知善惡樹嘅果實，但路西法化身為蛇，教唆人類觸犯戒律，導致人類被逐出伊甸園，從此必須承受飢餓與寒冷。後世嘅文學作品則借用概念，將傲慢視為七宗罪中最初始、最致命嘅一種罪行。濫用權力亦都係呢個罪嘅典型表現。其實七宗罪都各自有自己所代表嘅惡魔同墮天使。路西法係七宗罪中傲慢嘅代表，亦都係墮天使代表之一。佢嘅名意指黎明之星，亦稱係明亮之星。喺希伯來語係指金星。原本路西法係次天使之長，具有極高嘅地位。佢以六翼天使嘅光輝形象著稱。路西法之所以墮落，係因為拒絕臣服於聖子基督。喺上帝選定咗亞當作為神之子嘅時候，路西法非常不滿，並帶領1/3嘅天使喺天使北境發動叛變。呢場叛亂持續咗3日。最終路西法嘅軍隊被基督親自率領嘅天使軍隊所擊潰，路西法同叛軍墮入地獄，墮落過程持續咗9個晨昏。此後上帝創造咗新嘅天地同人類。路西法為咗報仇，化身成蛇潛入咗伊甸園，佢成功引誘夏娃品嘗知善惡樹嘅禁果，進而引誘亞當都違抗埋神嘅命令。藉此，路西法讓上帝創造嘅新人類一同墮落，同時亦都為其他惡魔開啟咗進入新世界嘅大門。從此，罪惡、疾病同死亡蔓延到成個人間。即使路西法墮入咗地獄，路西法仍保持咗六翼天使嘅形象。佢嘅光輝即使喺地獄之中，亦未曾被完全掩蓋，仍然耀眼奪目。利維坦係嫉妒嘅化身。利維坦嘅名含義係裂縫，喺聖經入邊被描述為象徵邪惡嘅巨大海獸。
其形象通常被比作鯨魚、海豚或者鱷魚。喺約伯記入面，利維坦緊隨貝希摩斯嘅記載中出現，描述中佢係一條巨鱷，擁有堅硬嘅鱗甲、鋒利嘅牙齒，能夠噴出火焰嘅口鼻，以及腹部有尖刺嘅一條巨鱷。喺舊約聖經入面，利維坦係一條由耶和華創造嘅混純之龍，係所有生物中最巨大。當時佢只係神嘅創造物。然而到咗新約聖經中嘅啟示錄同其他後來嘅基督教文學中，利維坦嘅形象有所改變，成為反抗神並打算毀滅世界嘅邪惡惡魔，亦因此同嫉妒扯上關係。利維坦喺一啲基督教文學同神學中被賦予咗挑撥同分化嘅能力，進一步將利維坦同嫉妒聯繫咗起嚟。因為嫉妒經常導致人類之間產生不和同對立。作為七宗罪之一，嫉妒並唔係僅僅對他人擁有事物嘅怨恨，更加係對自身缺乏滿足感嘅一種投射。利維坦嘅巨大同強大，象徵咗呢種不滿嘅無底深淵。撒密爾被稱為憤怒嘅化身，雖然基督教正典中未被提及，但出現喺偽典希臘語巴錄啟示錄入邊。佢嘅名含義為有毒嘅光輝使者。傳說中，撒密爾亦被視為喺創世紀入面引誘亞當食禁果嘅真正幕後黑手。知善惡樹果實係撒密爾種下嘅葡萄樹，神詛咒咗呢棵樹，禁止咗人類去食。但亞當食咗發酵嘅葡萄，等於飲咗酒。酒嗰陣時係被代表成為神嘅血，因而被逐出伊甸園。自此之後，酒帶來嘅種種罪惡，例如殺人、奸淫等等。喺呢度順帶講一講，撒密爾其實係有一位妻子嘅，個名叫做莉莉絲，而莉莉絲其實亦都係亞當嘅第一任妻子。莉莉絲走嘅原因係因為不滿亞當命令式嘅語氣而主動咗離開伊甸園嘅，而呢次嘅離開被上帝判定為自我放逐。佢離開伊甸園之後喺宇宙中輾轉流浪，最終嚟到地獄，遇到撒密爾，並且同佢結婚生仔。原本撒密爾嘅地位係極高次天使之一，列於七大創造天使之中。佢因具備創造生命嘅能力，被神委以掌管生命嘅職責，因此被稱為死亡天使。然而佢最終墮落，並以死之天使同赤龍之名喺人間同地獄聞名。撒密爾嘅形象通常被描繪為擁有6對翼、蛇形嘅熾天使，佢揸住塗有膽汁嘅長槍，喺地獄犬前漫步並散佈死亡。貝爾芬格被基督教傳統視為怠惰嘅代表，佢特別叻諗啲方便人嘅嘢，令大家覺得舒服啲，但其實係想人因為太過安逸而變得懶散，慢慢咁失去咗做人嘅目標。根據主教與獵巫者嘅惡魔學分類，貝爾芬格喺基督教入面以怠惰嘅大惡魔身份為人所知。佢嘅形象具有多種變化，一係美麗嘅年輕女子，而另一種係擁有角尖銳尾巴嘅惡魔。而惡魔呢個形象係多數被認為佢喺凡人面前嘅真面目。貝爾芬格中意偽裝成吸引人嘅形象，引誘人類沉溺於慾望同怠惰之中。佢嘅故事警示人類避免過度追求安逸同財富，否則會可能因此墮落。馬門係代表貪婪嘅惡魔，個名嘅來源係源自古蘭語，意思係財富咁解。喺馬太福音入面，馬門係用嚟警示住人類唔可以同時侍奉神同財富，意思係指物質同精神上有嘅衝突。佢嘅形象係鷹頭人身嘅天使，就算墮落到去地獄之後，佢都同其他墮落天使繼續挖掘地底嘅財寶，以增強自己嘅勢力。馬門嘅行為核心在於透過財富引誘人類犯下貪婪嘅罪，例如舊約聖經中提到基哈西因貪愛金錢而欺騙神嘅先知以利沙，結果染上咗大麻風。而新約聖經入邊，耶穌門徒猶大因貪戀金錢，用30兩銀出賣咗耶穌，最終成為咗地獄之子。喺文學作品《失樂園》入面，
馬門被描繪為地獄中嘅財富之神，佢指揮住墮落咗嘅天使去挖掘珍寶，以建造宏偉嘅宮殿，潘地萬里南。馬門又使住人類為財富相互殺戮，成為邪神嘅象徵。別西卜係暴食嘅化身，又稱為蒼蠅君主。新約聖經入面被提及為鬼王。希臘神話入面，萬神之父宙斯嘅另一個稱號係叫做被毀蒼蠅者，亦都暗示住別西卜嘅存在。喺失樂園入面，佢被描述為撒旦之下嘅第二高位墮天使，即係地獄嘅重要宰相。喺中世紀嘅惡魔學中，他亦都被認為係地獄嘅帝王，甚至被描繪為係撒旦尋求合作嘅對象。佢嘅形象有多種變化，包括有巨大蒼蠅、長尾公羊或者巨大嘅牛。喺馬太福音等經文中提到，別西卜喺驅魔故事中被質疑係咪透過鬼王去趕鬼，但耶穌則反駁，指出真正驅鬼嘅力量係來自神力。佢嘅存在象徵住人類對物質嘅貪念同沉溺，亦都反映咗暴食係呢一種罪行嘅危害。阿斯莫德係代表咗色慾嘅惡魔，亦係所羅門72柱嘅魔神之一。佢嘅起源可以追溯到去妖教神話入面，原為暗黑魔神亞里嘅6大手下之一。進入咗猶太教後，阿斯莫德被稱為惡靈之首，並演化為基督中嘅淫慾魔神。阿斯莫德首次喺外典托比特書入面登場，佢因為妒忌而獨佔咗一名女子，並殺害咗所有同佢有關係嘅男人。最終，大天使拉斐爾揭露咗並逼出咗阿斯莫德嘅原型，將佢驅逐至埃及，並由大天使加百列擒住。據說用魚嘅肝同心臟燒成嘅灰可以驅逐阿斯莫德。中世紀嘅魔術書入面對佢有更加詳細嘅描述，入面形容佢擁有3個頭，分別係人、木牛同小羊嘅頭。佢擁有蛇尾，好似水鳥一樣嘅腳掌，騎住地獄之龍，仲識得噴火，揸住劇毒長槍。阿斯莫德精通天文學、數學，經常引誘人類沉溺於酗酒、賭博同犯罪嘅慾望。佢被視為引發不道德行為嘅根源。阿斯莫德作為色慾嘅代表，佢嘅存在警示住人類因情慾而可能引發起暴力同罪行。七宗罪係對人類情感同行為中最具破壞力嘅特質概括性描述，代表咗人性嘅7大弱點。七宗罪因其深遠嘅宗教同文化，揭示咗人類道德同精神上嘅困境。呢啲罪行不單止描述咗個體如何偏離道德準則，同時都展示咗呢啲罪行對社會上嘅潛在危險。七宗罪嘅核心在於對過度情感同慾望嘅警示，無論係傲慢帶嚟嘅自我膨脹、嫉妒造成嘅人際矛盾，定係憤怒引發起暴力嘅行為，都係提醒緊人類控制住內心嘅衝動。同樣，怠惰同貪婪揭示咗對安逸同財富嘅不當追求，可能會削弱咗個體嘅意志力同倫理觀。而暴食同色慾則強調過度沉迷於物質同快感所帶嚟嘅毀滅性影響。喺宗教同文學入面，七宗罪不僅扮演住道德規範嘅象徵，亦都成為好多作品中嘅核心主題，等人類通過反思自身，追求更高嘅精神境界。總括嚟講，七宗罪係一種提醒，告誡人類需要持續自律，避免陷入人性中嘅弱點同陷阱。七宗罪係人性陰暗面嘅一個列表，同時亦都係一面反思道德同靈魂嘅一面鏡。